真欢喜来咱主日这圣殿来敬拜咱上帝。伫诗篇28篇第7节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要倚靠伊，就要得到帮助。所以咱的心就要大欢喜，咱要用诗歌来学乐伊。所以咱伫还未开始咱的祈祷甲敬拜进前，咱献上一切的学乐伫上帝的面前。上帝的疼，上帝的慈爱是遐尼的大，堪得咱来大声来学乐伊。所以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开声，将咱所敬拜的上帝，咱来献上一切学乐。上帝对咱施的恩典慈爱，遐尼的大，来献上感谢甲学乐。咱开声来学乐咱上帝。主啊，我感谢学乐你，因为你是荣耀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是啦，主，阮是会愿意，搁一遍伫你的面前献上一切感谢学乐。因为上帝你这时阵掌管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单单上帝你，互阮单单来仰望你，互阮知影要安怎伫上帝你的面前献上一切的学乐甲敬拜，献上一切的荣耀。还有这个是啦，主你教示阮来学乐你敬拜你。主啊，阮愿意搁一遍将这兄弟姊妹的心交伫主你的圣手，因为上帝掌管我们每一人心思意念。还有这个是啦，主感谢你，学乐你。主，我单想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隐瞒，互我心多多爱你。耶稣，我需要你，我的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互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去隐瞒，互我心多多爱你。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互我心完全属你。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愿你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互我心。说一遍讲，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愿你完全属你。愿你听。愿你会听，愿你听来望着我，互我心全然属你。你需要耶稣进入你的心中无？你需要耶稣真做你的快乐，真做你的帮助无？你需要耶稣的听望着你的心无？是然，咱常常望上帝临在咱中间，临在咱的心中，帮助咱，互咱快乐。总是
魔鬼撒旦的迷惑引诱，常常互咱离开主远远。所以，伫咱还未开始祈祷之前，咱为着咱家己本身的罪来认罪，来祈祷。咱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伊要赦免咱一切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所以，咱为着咱家己的罪，为着这块土地所犯的罪，咱献上恳求，求上帝用伊的宝血来洗清一切的罪，除去咱心中一切污秽。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家己的罪来认罪来祈祷。主啊，所祈祷阮伫你的面前谦卑恳求。主啊，阮知济，阮知影，也毋知影济，捆绑伫阮的心中，来迷惑阮，互阮离开主你的道路。主啊，这时阵，恳上帝你将你宝血、圣洁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污秽，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有一颗圣洁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主啊，阮实在是毋知影要安怎来。行过这试炼，总是我相信啊，我过上帝，我过主你的宝血时阵，我要宣告，撒旦要提起，这一切的迷惑、一切罪恶要除去。主啊，阮愿意搁一遍降服主你的面前，恳上你掌管我每一个人家己的心思甲意念，互阮单单上帝你，单单仰慕上帝你。哈利路亚，是主，感谢上帝你，哈利路亚，是主，哈利路亚。主啊，阮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用痛悔心来认家己的罪，主啊，阮一的罪，阮知影也是毋知影罪，常常捆绑着阮，常常互阮得到一的攻击，互阮离开主的道路远远。主啊，这时阵，恳求上帝你照阮所恳求的，你来赦阮一切的罪，用你圣洁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互阮有一个。清气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向主你求讨，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主啊，恳求上帝你掌管，安尼祈祷靠着做叫做圣名来求，阿门。煞接，咱为着咱即马世界所面对的一的困难甲挑战，为着台湾所面对的困难挑战，咱献上祈祷。头一项，咱为着全世界疫情会当得到控制来祈祷。求上帝赐落医治稳定，互这个疫情得到控制甲止煞，会当互咱的生活回归到正常。第二，咱特别为着即马伫战争中的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来祈祷，恳求上帝赐落迄个和睦甲包容伫这两国的百姓，或者两国的领导者有智慧、有怜悯，也求上帝赐落和平甲医治这个所在。煞落尾，咱为着咱台湾来祈祷。恳求上帝保守咱台湾会当比较平安，互咱的政府官员有智慧、有公义、有怜悯，会当带领台湾徛在伫这个变化济的这个国际的社会，互咱有独立、自由、甲经济稳定的生活。所以咱开声，为着世界甲台湾所面对的一困境甲挑战，咱献上祈祷，恳求上帝来掌管，恳求上帝来医治。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伫你的面前你来恳求，特别阮世界所面对的这困难甲挑战，无论是疫情所带来的困难甲挑战，还是讲战争所带来的这不安，恳求上帝你这时阵掌管，恳求上帝你这时阵存你的圣手来治理来掌管。主啊，互阮会当平安徛在。主啊，阮是搁一遍伫你面前献上恳求，恳求上帝你会当照做阮，必然照做阮的帮助。主啊，我要承认，阮伫你面前所犯的一切的罪，因为阮得罪了你，所以你互这个世界照做阮人类这款罪恶所产生的后果，互阮得到这疫情的攻击，互阮得到这战争的不安。主啊，这拢是阮人犯的罪，恳求上帝这时阵怜悯，将你的主爱，阮世间人来显明。主啊，我相信上帝你只要掌管，你只要介入，你就要赐落一切的平安。主啊，我愿意搁一遍为着阮所面对这一切，献上恳求，恳求上帝你会当介入，恳求上帝你会当赐落你的稳定伫阮中间。主啊，恳求上帝你会当特别伫俄罗斯甲乌克兰这个国家，伊所百姓所面对一的困难、牺牲、不安、惊吓，
恳上帝，你这时阵差派这你的天使，差派这你的话语，你的班赞，伫这个地区，或这地区因为有上帝你的听，或这地区紧紧得到和平。主啊，阮仰望你的圣手，恳上帝你掌管阮世界所面对一困难甲挑战。在面前，来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第二项，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上帝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仰望。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为着咱甲厝内人的关系，甲厝内成员的心灵来祈祷。为着咱家己的工课，咱职场，也是讲咱伫学校的学习，甲咱的同事同学的关系，也有来祈祷，互咱有好的关系、人际关系。为着咱有经济，咱稳定，解决咱所面对的财务的困境。第四项，为着咱个人身体健康来祈祷。咱可能有啥物款疾病，咱可能有厝内有人，有可能有啥物款的欠安，咱都开声来摆伫上帝面前。我相信上帝会垂听咱的祈祷，照上帝的主爱甲心意来成就这一切。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家己所面对的困境甲挑战，咱开声来祈祷。请做恳上帝的帮助阮，无论阮伫顺境逆境的时阵，阮拢愿意来倚靠你。恳上帝你听阮伫你面前所摆的这一切。无论阮所面对这困难甲挑战，我相信上帝你拢完全知影。无论阮伫逆境的时阵，上帝你也互阮知影要安怎学习，要来顺服等待的功课。伫阮伫顺境的时阵，阮知影要安怎来献上感谢甲祷告。主啊，你恳上帝你帮助阮心灵得到勇敢，互阮知影要安怎伫阮的工作顶面，伫阮的家庭顶面，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主啊，恳求你保守阮的家庭，互阮的家庭成做一个基督所喜爱徛起的一个家庭，互阮的家庭成做一个和睦的家庭。哈利路亚！阮将阮的一切摆在主你面前，恳上帝你掌管。哈利路亚！恳上帝你掌管。恳上帝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阮每一个人，无论伫顺境逆境中间，拢知影要安怎来感恩，要安怎来学乐。特别伫逆境的时阵，互阮学习天校的功课，互阮学习外考的功课。伫阮顺境的时阵，互阮知影要安怎来献上一切感谢甲学乐，知影要安怎来分享，知影要安怎来报扬上帝你会听。恳上帝你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离开试探，互阮离开迄个歹的所在。互阮会当行伫上帝所喜爱的迄个道路顶面，互阮无受到任何的罪的辖制，互阮会当自由的灵来敬拜上帝。主啊，恳上帝，互阮伫阮的工课顶面，伫阮人际关系顶面，拢有上帝你的心意伫阮中间。互阮知影要安怎疼厝边，互阮知影要安怎甲人有好的关系。主啊，恳上帝保守阮，互阮知影要安怎常常透过祈祷，透过读经，甲上帝你建立美好的亲密的关系，互阮知影你为上帝得到快乐，来赢过一切的困难甲挑战。阮特别为着阮所有兄弟姊妹心身肉体欠安的，即摆有病痛的，恳上帝你存你的圣手，医治的手来医治阮，望着阮所痛的所在，医治阮到完全。我相信上帝你是赐阮丰盛的主。阮将阮所有兄弟姊妹，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上帝你的面前，恳上帝带领阮到进入到丰盛的迦南地。阮伫你面前来感谢、恳求、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过来，咱为着咱教会所面对的困境来祈祷，特别咱教会世代交替所面临的一困境挑战，会当唤起偌侪人来投入教会的事工，互教会投入教会无共款的组织，会当来服侍教会。为着咱教会属灵的气氛较无圣神，较无祈祷咱来较无上帝话，互咱教会会当成做一个真敬拜、陪伴心艰苦的人，会当互咱的教会成做每一个拢愿意来学习上帝话语的一间教会。第三，咱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接受门徒的训练，会当完成上帝交代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第三，为着咱教会咱的肢体、年老的肢体，是心灵欠安的肢体，咱恳求祈祷，恳求上帝会当医治，会当帮助。所以咱这个时阵，为着咱教会所面对的困境，
面对的挑战，为着咱教会事工，咱献上祈祷，献上恳求，咱开声来祈祷。主啊，为着阮的教会来献上祈祷，恳上帝会当互阮教会真做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真做会当互一人进来这个教会时，心灵迄个医治，心灵迄个平安的教会。恳上帝你来医治阮，来帮助阮，还对也是主完全，伊搁一边来献上感谢，献上恳求，恳上帝你来医治，伊的掌管，还对也是主，感谢赞美神，还对也是主，还对也是主。主啊，我要。这所在奉主的名来宣告，福阳教会要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要成做一个敬拜俄罗的教会，要成做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要互一人进入这个教会时，伊的心灵得到医治，得到帮助，得到平安的教会。恳上帝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愿意伫这个所在来领受上帝的心意，愿意伫这个所在来立志为主来做光做盐。恳上帝，你会当互阮的教会，会当真做充满学乐、充满敬拜，充满新热的教会。主啊，阮相信上帝你的心意，就是要互这间教会真做一个有够富、有够强的教会。恳上帝，你照你的心意来成就这一切。主啊，阮特别为着阮的肢体兄弟姊妹有肉体身体心神欠安的，恳上帝你医治因，恳上帝你帮助因，好让紧紧恢复因的健康，互因的生命悠然继续来荣耀上帝你的名。主啊，阮将阮的教会所有的事工，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带领，恳上帝你引带，安尼祈祷拢是靠主啊，做叫圣名来求，阿门。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去引我，予我心多多爱你。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最后，咱为着主日的敬拜，为着今日的敬拜，咱献上祈祷。咱互所有参与敬拜的兄弟姊妹有较无的灵来到上帝面前来朝见上帝。第二咧，为着咱今日所有服侍者来祈祷，恳上帝你赐落这服侍者，互因有温顺、有智慧、有听人的心，会当来服侍教会、服侍人。第三，为着今日要伫这个所在讲道分享，台南圣阳教会当家献牧师来祈祷，恳上帝会当使用伊。会当讲出上帝的心意，讲出上帝真活命的真理，伫咱中间。咱特别为着今仔日台南新南医的奉献纪念主日，咱来为着这个学院来献上祈祷。咱开声为着今仔日主日的敬拜，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将今日敬拜，仰望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会当掌管临在伫阮中间，设立宝座伫阮中间，互阮知影要来敬拜上帝。阮知影要安怎来学乐上帝，还有是了主，阮现在是搁一边献上一切恳求祈祷，恳上帝你掌管派天使天军围绕伫这四周围，互阮这个所在成做一个圣的所在，还有是了主。主啊，阮要将早起的敬拜，搁一边将敬拜伫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掌管阮早起的敬拜，阮早起的敬拜会当条件着上帝，阮知影早起的敬拜看见上帝荣耀定在伫阮中间，透过早起的敬拜，互阮搁一边。回应上帝你伫阮生命中的呼召，我要将早起的敬拜，搁一遍仰望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掌管，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咱起立，咱来学乐咱上帝，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来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心心虔诚的心学乐你。
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踏着路行开来，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用真实虔诚的心心阿罗伊。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踏着路敬拜来回敬。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主体为爱来贡献。我灵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应的真实。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用真实虔诚的心心阿罗伊。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踏着路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主体为爱来贡献。我灵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创造万物都应的真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主体为爱来贡献。我灵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应的真心。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主体为爱来贡献。我灵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应的真实。我灵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应的真实。我灵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应的真实。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咱上帝，哈利路亚。耶稣因你的性命，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你是阮世界的主，你也是阮教会的主。主，我们声音。耶稣基督，成做阮一生的救主，成做阮的拯救。主，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为了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为了你的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也信你，你是主。我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为了你的名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也请你。
都是主。咱全部讲耶稣是咱生命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相信咱甲是阮，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阳光的君王，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里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你在荣耀里归荣，敬拜尊崇你，因为你有永远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我撒那归你大地的好诶，我撒那归你我的哦，永恒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民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你在永恒里归荣，敬拜尊崇你，因为你有永远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我撒那归你大地的好诶，我撒那归你无梦的哦，永恒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我撒那归你大地的好诶，我撒那归你无梦的哦，永恒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我撒那归你大地的好诶，我撒那归你无梦的哦，永恒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永恒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来吟圣诗181首，同心而乐天父，自然永活上帝。同心而乐天父，主人永活上帝，听堂的日无将无情照顾的天地，我乐耶稣尊名，上
圣神三位一体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美好的创始者。阮逐人的生命对主你来，这是阮感恩的时刻，也是救恩的时刻。伫主你的圣日，阮大家齐集伫你的圣殿。愿上帝你的灵伫阮中间，互阮知，我毋是只干一个单独有生命的肉体，阮是甲主活命三结连，主你所建造的百姓。主啊，愿阮这个有限的肉体，甲圣神的三结连，带来阮搁较大的信心，对主搁较大的仰望，特别互阮有气力。通为着这个救恩来做见证，所以阮自今伫遮，要领受你的话，要领受你的恩典，也领受你的祝福。愿圣神伫阮中间做工，阮的学乐甲敬拜，拢归荣光伫主。阮逐人无论大细、少年儿老，逐个人拢对主领受迄个恩典甲祝福，互阮有气力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程。愿一切荣耀归主。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领受着即个上美好的祝福甲恩典。主，我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要来齐声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恁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欢迎做咱今仔日的礼拜吼，是台南新人医的奉献主任。咱这个讲道煞了后，咱有每一个月一遍的这个异地的祈祷的祝福。咱鼓励兄弟，你若有心神有肉体，有软弱需要代祷的，免客气，准备心吼，咱伫。这个祈祷的讲道煞，咱有一个特别的异地的换手祈祷，咱大家做提心，咱个时间来到咱的思维。这是咱来给经文50篇，以赛亚书60篇，我来睇会上来。至悬的上主的神临到我，赐我去传好消息予善者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讲，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人，伫锡安悲哀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做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立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伊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所下的主意。咱三个来祈祷。我俩宝贝上帝啊，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阮的学乐、阮的吟诗、阮的心拢在恭敬奉献伫你面前。我俩将你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尊贵甲权能，拢归伫你，因为你无甲你人内心的自高，也善人会行奸诈的事。你会更加无欢喜人用垃圾物的手，甲心来献祭予你。
实质阮以为好听的话，你也不爱听，所以阮要大声谦卑屈服伫你的脚前，求你怜悯阮，来拯救阮，互我脱离罪恶的管辖甲束缚，将得到享受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现今国际动乱，阮也要为着乌克兰、俄罗斯两国真正来祈祷，求主互战争紧紧来平息，互死伤的人员、财产的损失来减少，并且和平解决两国之间问题冲突。以弗所书6章12节来记载讲，因为阮原是属于血气的征战，是要甲遐即种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天顶上兴起的恶魔来征战。特别，我要用家己的软弱来显示你的恩典。藉着祈祷，伫你的内面，重新来得到起来，搁较大的信心来面对讨厌的环境，面对目前台湾的疫情、天灾、地动的影响，也互阮袂因为连日发生的灾害来限你的行命，因为阮知爱祈祷来倚靠上帝。怎样依靠你的大气力，求叫万事拢互相效力的主，会当借阮，借伫阮的恩典中活出充满平安甲美满。感谢主，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真欢喜，咱邀请导师将代表台南新学院前来本会正道分享请安甲有款。我会为着台南新学院各项的福音事工，甲人才培育专职传道者，为这事来关怀台德甲奉献。愿你所满满的祝福，愿圣神所拣选的，成做阮生命中的帮助，亲像定睛伫溪水边的树一般，按时结出满满的恩典的果子，来荣耀主的名，直到永远。感谢你要垂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耶稣转来时，有一群人甲伊欢迎，因为因拢在听候伊。有一个会堂的主办，名叫做耶罗来，伊一个看，伊看到耶稣就靠伫伊的脚前，恳求伊去因兜，因为伊12岁独生查某囝，要死啊！耶稣就带伊去，有几大群人嘛客客缀伊去。迄时有一个妇人，遇到迄老爸已经10年久，虽然倾家动产来找医生，毋过无人会当甲伊医好。
伊叫我去耶稣后边，望伊3支的手，伊迄头随时着指。耶稣讲，啥物人甲我摸，大家拢讲无。伊就讲，先生是滚上客来客去的时，甲你客着。耶稣讲，有人甲我摸，因为我知有大能力对我出。有人知影暗看袂牢，就被皮带来到伫耶稣的脚前，伫众人的面前讲伊是安怎摸耶稣。过伊的病安怎随时好去？耶稣甲伊讲：查某囝，你的信心互你好去，平安转去。耶稣还伫讲时，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内，甲来路讲：你的查某囝已经死了，毋通搁去麻烦先生。耶稣听着就甲伊讲，免着惊，只有信，伊会好起来。耶稣来到因兜的时，彼得、约翰、雅各，甲囡仔的爸母以外，毋准别人甲伊做伙入去。大家拢为着死去的查某囝在哭在哭。耶稣讲毋通哭，因为伊毋是死去，是在困。因为因拢知迄个查某囡仔已经死去，就甲伊指称。耶稣看着查某囡仔的手，大声讲：查某囡仔起来！伊就回魂，随时爬起来。耶稣吩咐因着互查某囡仔食，伊的爸母非常着惊。耶稣命令因毋通将所发生的代志予人知。以上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行伊为人。但是，咱请先看为来的诗，所念的诗歌是上帝甲咱授予的。
咱再用普话声来俄罗斯，各位来俄罗斯的上帝，多谢圣乐队美好的歌声演出来敬拜，咱要有这个二胡来伴奏，特别的滋味咱台湾味的歌，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呢是咱台南新人院，台南是咱接续的台南新人院的奉献主日，所以新人院有安排伫咱锡安教会的单家的牧师来到咱中间，直接要来讲道勉励咱，也来为着新人院来报告。咱因为伫咱台南市所以咱新人院一直拢真关心啦咱也通过咱的奉献来支持即个新人院侪的圣工栽培牧者，栽培遮个事工的人才咱陈牧师呢少年伫锡安教会学会已经3工进前嘛是拢伫咱台南中会咧服侍所以呢对遮个带讲话，咱知影讲原来是出身伫高雄的五甲教会所以真欢喜，今仔日有即个时间，通过主的话来勉励咱，也愿咱继续来做台南新人院来祈祷，求主来兴起新人院的圣工。今仔日伊要通过即个主题叫做应信，拄着主来勉励咱，咱用拍鼓声来甲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牧师实在是足想要甲口罩揢落我的笑面来甲大家迎接。咱今仔日来到咱福强教会，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来敬拜上帝。总是因为这个疫情，咱拢知影口罩就袂当揢落所以牧师就无法度甲这个口罩揢落，用笑面来迎接感谢主，通过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我当来到福强教会伫这个所在，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伫即个所在，咱要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互咱伫困难的内面，互咱伫艰苦的过程，拢通得到安慰，拢通得到激励。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仔日是主你所定这日子，你呼召阮，引经召阮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到主你的宝座前，阮献上阮的心。主，阮的心有时忧闷，有时艰苦。所以，主，阮伫即时，阮献上阮的心志来到你的面头前的时，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互阮伫黑暗中会当看见着主你的光明，会当伫黑暗中看见着主的亮光。伫阮跋倒的时，有主你的手来牵我；当我毋敢往头前行的时，主你伫头前引带阮行头前的路。主，阮有时伫阮的生活内面有欢喜的时刻，当主阮也来到你的面头前。阮拍开阮的心，阮献上阮的感谢。虽讲有时阮拄着困难，总是阮有主你的恩典，阮总换看见着主你所赐的喜乐。所以讲求主你接纳阮所献的祭物，阮的心志仰望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帮助阮。无论阮人生伫顺境也是逆境，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接纳。也愿你的圣神继续伫阮中间来运行，来行出，安静阮的心，共同来领受着主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生命中的帮助，互阮会当伫生活中会当见证着主你的圣名，互人看到阮，就哪亲像看到耶稣基督的面貌。愿你甲阮同在，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免。咱遐即摆咱每一个人拢有生命的故事。白讲，牧师有我的生命故事，牧师有牧师的生命故事，咱的长老有长老伊的生命故事，咱的兄弟姊妹拢有你的生命故事。总是有时咱拄着困难、艰苦迄款的生命故事，袂甲咱写伫咱的面容顶悬，因为我们总是喜欢用笑面来迎接人。有时咱伫一个人光鲜亮丽的面貌内面，咱看袂到伊背后所拄着的困难，就哪亲像。我真喜欢一个影星这个影星叫做基努里维。基努里维，咱看伊演技非常的厉害。总是咱知伊的生命有侪艰苦的事。伊的生命出身是一个无完整的家庭。伊的老爸长期啉酒、家暴，所以伊的爸爸妈妈
因2岁时阵，爸母伫因2岁时阵，就来离婚。伊的妈妈一个人带着伊甲伊的小妹对澳洲搬到迄个纽约。就是讲纽约迄个所在，伊无有安稳的生活，伊不断咧搬厝，所以前后伊阁搬5届厝。母亲经历着迄个婚姻的开始，总是嘛无有真周全，最后离婚。落尾因住伫个加拿大的多伦多。伫伊个学习的生涯内面嘛无顺利呢，因为伊有阅读障碍，所以伊读册迄款的成绩无遐偌理想。高中辍学，开始踏入演艺界，接一寡广告来互伊生活较好。即路认为理想无因为高中了就开始好。伫1999年，伊甲伊女朋友Jennifer怀孕啦，总是当因2个人开始要计划要迎娶即个查某囡仔、查某婴仔咧出世的时，等到8个月，哇！医生煞甲讲，你的查某囝死伫个妈妈的腹肚内。所以，即女认为听到即款的消息，甲伊女朋友听到即款的消息的时阵，因为伊的查某囝死伫妈妈的腹肚内面，即款的过程。互伊对人生彻底失去了盼望，对伊2个感情迄款的行落去的过程无法度去进一步的是，因惊分手。共迄一冬，伊的小妹对细汉甲伊做伙离开个家庭，伊的小妹伫同年有诊断出白血病。伫2001年的时阵，伊前女朋友因为服迄个抗忧郁药，精神涣散。车祸来死亡，所以这一连串的苦难，伫伊的生命内面写到一个故事的时阵，伊捌访问过程内面讲一句话，伊讲：检采恁拢需要快乐，但是我不需要。也许你们都需要快乐，但是我不需要。所以伫20人内面，咱看到伊毋敢去爱别人啊，伊家己一个人孤单生活。所以人对伊有一个封号叫做“忧郁男神”的称号。咱即摆是看到伊笑面吼，总是伫20当前，伊拢无有任何笑。所以经历着女朋友的死亡，经历着查某囝即款的死实打击，人生感觉真绝望的时阵，伊无想要搁对任何人付出迄款的疼痛。但是，伊2019年，伊牵起另外一个人的手。伊牵起着找着一个女性，伫经历20冬的迄个伤痛以后，基努里维找着爱情。伊开始检讨伊人生迄款的愿望，所以伊继续讲一句话。伊讲：如果你若是一个受过折磨的人，总是你悠然有勇气、温柔佮对待人的时，那咧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咱看一句话真简单。如果你是一个曾经饱受折磨，但是你仍有勇气跟温柔去对待别人，那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基努里维伫人生中甲每一个考验着成就伊今仔日。伊面对着迄款折磨，伊心存感激。当伊回头去看遐个过程时阵，伊心存感激，伊互家己搁较强大，更加搁较爱家己。咱的生命拢有黑暗的时刻，今仔日圣经节嘛去互人看见着黑暗的来临。当正人咧迎接耶稣，你听到即个耶稣来的时刻，有一个管会堂的主管叫做艾洛，伊拍伫耶稣的骹前，伊求耶稣，耶稣拜托你来我的家庭，因为我唯一的查某囝，伊12岁，伊要死啊！迄个心灵的着急，赶紧耶稣，你来我的家庭。总是耶稣要前往的时阵，却出现一个无清气的妇人。耶稣行往头前的时阵，却为着一个无清气的妇人停落伊的骹步，因为即个妇人犯着血流12冬。伫医生的手内面，伊开尽所有的一切，无有人会当甲医好。总是伊来到耶稣的背后。当伊来到耶稣的
会晓时阵，摸伊的衫，迄楼就停止。耶稣甲有人的对话过程，不幸的消息传来，黑暗的消息来临。因为管会堂的遐个罗卜来的时阵讲，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毋通阁劳烦老师。咱看着一个女性，12档，伫这12档内面，伊无有一刻，没有一刻吼，伊的身躯是健康生活。无有一个时刻，伊的身躯是健康生活，佮加上伊迄楼，伊律法典员利未记19章19、19、31节因讲，即个妇人人互看成做是一个无清气的人，所以伊的生活，甲社会有一个隔离啊。生活跟社会有一个隔离，所以12档的内面，伊是有可能真孤单咧过生活。所以心理学家阿德勒伊捌写一本册，这本册叫做《阿德勒谈人性》，咧讲着人性。伊讲着人性，讲着一项真趣味的事。伊讲人的心灵的发展吼，人的心灵发展一开始就袂当甲团体生活即款的条件，甲伊排除在外口啦。人类咧适应环境的过程内面，社会功能非常重要，心灵发展各种的特质。拢用团体生活成做一个基础来发展出来，讲甲遮尔啊长。咱看一个囡仔就好，一个红婴仔、囡仔要成长的过程内面，心灵发展伊对着开始，伊一个人无可能心灵开始有发展，伊是通过群体，所以家庭的群体来塑造即个囡仔心灵的发展。所以阿德勒咧讲，人心灵的发展，迄款心灵的发展的特质，袂当甲团体生活即款的基本条件，甲伊摕起来外口。所以咱倒转来看即个妇人人，即个迄老的妇人人，伊受到身躯顶悬的折磨，伊的身躯有健康的问题，个人有健康的问题。伊的心灵有孤单，甲迄款的无助，心灵有孤单跟无助啊，因为社会互伊抨击。咱敢知影当时的宗教互伊啥物？咱若是活伫即摆的当时宗教，咱一定互伊真侪的安慰，替伊祈祷。总是当时的宗教互伊啥物？当时的宗教互伊一个物件，叫做见笑。羞耻感啊！当时的社会宗教甲伊讲，你即款的物件叫做有罪，你即个物件有着着即款的病，是一个无清气，一个无清洁，人拢袂当甲你磕着。所以宗教给他了一个叫做羞耻感。咱看着即个妇人人，伊无有自尊咧过生活，无有自尊咧过生活。所以看到即个妇人人，伊互社会排除伫咧外口，伊的心灵迄款的发展，心灵发展因为欠缺伫社会顶悬的参与，伊无法度得到安慰甲进步。所以咱看到伊的生命意识是什么？是薄弱的。伊无法度参与伫社会。无法度伫社会顶悬找到价值，无法度伫社会内面找到安慰，甲伊生命的进步，所以生命意义认知，伊嘛真薄弱。所以咱看，一个人也伫教会内面，无法度伫教会过程内面去找到安慰，无法度去教会内面去找到伊伫教会也是讲伫上帝内面去找到伊生命迄款的价值啊。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会是很薄弱的。因为他找不到价值，他在教会里面找不到安慰，他在教会里面找不到让他心灵可以进步的一个空间，所以他的信仰就会非常的薄弱。所以阿德勒讲啥？伊讲生命的意义表示是在地当甲人分享，知影要安怎关心别人，甲人合作啦。教会毋是共款，信仰毋是共款。
信仰伫咱的教会内面，就是知影要安怎甲人分享。伊知影伫迄个过程内面，我的信仰要安怎来帮助人，我要安怎甲人合作，那样的信仰的卓越度才会高啊！咱看到即个妇人人迄款性命黑暗，咱看到睚鲁伫伊性命嘛拄着共款的困境。睚鲁伫伊查某囝破病时阵，咱敢知影伊的老爸是够有希望啊！咱今仔日看即条圣经在的时阵，咱拢看后壁，总是你爱注意头前。当睚鲁的查某囝搁咧破病时阵，即个老爸为着查某囝迄款的病痛，伊赶紧来求耶稣，因为伊知影耶稣有可能你搁会当救我的查某囝，所以赶紧就拍伫个耶稣的面头前。总是听到查某囝死亡的消息，咱会通知，当伊听到迄时刻的时，伊规个整个的生命意义嘛，对咧伊查某囝迄款的死亡来去啊，跟着女儿的死亡一起去了，因为伊知，伊无法度对查某囝有任何的帮助啊。查某囝搁咧活的时阵，我还可以帮助他。我还赶快为了他找一个医生，找一个可以医治他、找一个通医治伊的人。总是即马死啊！有人会当回我无？伫伊的人体内面有啥物医生可以当回起来？啊，即个迄老的妇人人共款，无有任何的望通活落去。所以咱的生命有时嘛拄着即款的困境啊，咱的生命故事有时嘛拄着即款艰难的时刻啊。咱嘛会亲像即个迄老妇人人，也是睚鲁的性命共款，有行袂出的困境。有当时啊，咱看到一个人，咱无法度甲伊帮衬的时阵，咱会开始焦虑。当你听到伊破病，总是你无法度甲伊帮衬的时阵，你有可能会焦虑，你会像那个雅鲁看见他自己的女儿还活着的时候，有焦虑啊。当咱看到人破病的时阵，咱足想要帮衬。总是无法度甲伊协助的时阵，咱的内心有啥物款的感受？咱的内心会无平安，咱的内心会惊吓，咱的内心会烦恼，咱会开始找耶稣。所以想看卖为虾米你要找耶稣？你看即摆为虾米你要找耶稣？咱敢有想过即个妇人，即个迄老的妇人人为虾米要找耶稣？用较简单的来想，当然嘛是为着身躯的健康嘛，为着身躯的健康，所以为着身躯迄款的病痛，伊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后壁来甲伊摸，伊来到耶稣的背后，伊摸了耶稣迄个衫衣，伊感受到伊的血流会当血流得到医治。当伊摸着时阵，哇！我得到医治啊！我要赶紧来走。来逃走的时阵，耶稣看讲，望我的是啥？啊，彼得互伊一个台阶，真好落呢。你敢是要彼得讲一句话？彼得讲，老师啊，众人拢咧下客，啊，逐个人拢咧客来客去，当然嘛会望着你。这敢是这个妇人人逃走的好机会？对啊，对啊。啊，彼得互我一个台阶，很好下。啊，伊搁要赶紧来走的时阵，耶稣搁讲，无，迄个人望我，因为我感觉有能力对我的心中出去。咱敢想过耶稣为虾米一定爱逼即个妇人人出来讲话？耶稣敢若咧强迫即个妇人人，伫病得到医治以后，你爱徛出来讲话。所以耶稣迄款的执意，伊要记即个妇人人，互伊医治的妇人人，所以即个妇人人知影伊瞒袂牢啊，伊瞒袂牢啊，伊就惊吓来到耶稣的骹前，将望耶稣的缘故甲随得到医治的，伫众人的面头前讲出来。你看即摆你看即个描述，即个作者非常的厉害。伊讲即个妇人人原底是结来到耶稣的后壁。解蒙，总是耶稣即马爱来，叫伊来到伊的面前来讲话。本来是背后所以耶稣讲：“你在我的头前，从背后走到了前面。”
面对证人讲着伊安怎互医治的过程。所以咱看到这项代志，耶稣执意要记即个妇人人，是因为无愿意互上帝医治的祝福，成做即个妇人人的秘密那定。上帝要让那个秘密显现出来啦。所以咱为什么要做见证？耶稣对，像耶稣基督甲你蒙着迄款的见证，为什么耶稣爱咱讲出来？因为伊要互咱伫生命中迄款的秘密来彰显出来。所以耶稣伫证人面头前，叫即个妇人人徛出来，甲所有发生的代志拢见证出来。所以咱看到即个妇人人，伊来到耶稣的面头前，来问耶稣这项代志，得到医治，伊会主动。人主动经历耶稣超越伊身躯医治的恩典，迄款的恩典是啥物？伊会当回归社会啊！超越医治的恩典是，他可以回到了社会啊！所以，即个妇人，即个女性，伊开尽所有的一生要找耶稣，毋是干那互伊身躯得到健康呢？伊会开遐侪钱找，伊开遐侪钱去找医生啦，毋是为着身躯的健康那定，伊想要倒转去社会啦。伊想要倒转去社会，所以咱看到一个病痛的人，如果来当得到社会大众的接纳甲关怀，有当时啊，即款的动作比病痛得到医治搁较受安慰啦。如果我们能够接纳一个人的病痛，有时候比他得到医治还要更能够安慰，给他们这个安慰啊！遭受社会群体这款长期的排斥，互人会失去做一个人的价值。所以人的生存若要有意义，往头前行，就爱找到价值性。所以迄个老的妇人人伫社会无法度找到一个互肯定的价值，所以他是被社会遗弃。总是当伊医治以后，本来用气杀，总是当伊互人医治以后，耶稣爱伊徛伫证人的面头前，毋是只有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囝，毋是只有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囝，耶稣爱做这样代志，伊宣告我会当倒转来伫社会啊！咱敢有想过伫教会内面互人排斥出去的人，咱原地讨厌。亚神伊感觉伊无清气，总是伊得到耶稣的医治以后，耶稣爱徛伫证人面头前，见证伊的时刻的时，伊咧甲咱讲啥？我可以回到这个群体里面。所以妇人人伊咧讲这个过程的时阵，是耶稣爱证人面头前是咧讲我回来了。所以耶稣互伫证人面头前宣告，会当得到洁净，互伊当参与社会各种的人际活动。互伊的性命，因为甲人的合作有一个价值。妇人人好以后，耶稣医治毋干那互伊倒转来伫社会，耶稣嘛对即个妇人人的肯定。耶稣对伊啥物肯定？耶稣甲伊讲：你有信。耶稣回应伊讲：查某囝，你的信救了你，你通平安入转去。信是啥物？信毋是到拯救伊，信是要来帮助。信不只是拯救一个人，信心是要来帮助人。所以耶稣伫证人的面头前讲起这个妇人人的信，是要借着这个妇人人的信来帮助证人伫软弱的时刻，恁爱亲像这个妇人人同款，勇敢来经历耶稣啦。互一个对黑暗看见亮光的妇人人，伊毋是刚好倒转来伫社会，伊会当恢复对社会搁较侪的价值。所以咱的信心敢会当帮助人？咱的信心敢会当帮助人？耶稣对即个妇人人讲：“你的信救了你。”当耶稣咧讲即句的时阵，有一个人嘛徛伫迄个所在，迄个人是啥物人？亚罗。当耶稣咧甲即个妇人人讲：“查某囝，你的信救了你的时阵，证人的内面一定有一个人嘛。”一定对伫耶稣的边仔，赶紧耶稣你毋较紧呢。即个人是啥物人？即个人就是亚罗啊，咱毋通甲伊忽略去啊。
伊就是徛伫耶稣的边仔，伊倒咧着急，着急甲耶稣讲，耶稣赶紧，我的查某囝要死啊！总是耶稣咧讲起即个妇人人的事，伊有可能嘛是甲边仔即个睚鲁讲，你爱亲像即个妇人人共款，对我有信心嘛？伊咧甲睚鲁讲话，甲妇人人讲话的时阵，间接就是在跟耶鲁讲话。你爱看即个妇人人对我有信心嘛？刚才耶稣对即个妇人人来讲会信的时阵，对耶鲁讲：你必须爱有对我有信心，互咱了解原来妇人人的信会当激励人。即个妇人人的信会当激励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信心是会当激励人的。你对神的信是可以激励人的。所以当耶鲁听到即个查某囝的死亡的时阵，耶稣对伊讲：毋通惊，只要信。伊要得到救，伊咧甲耶鲁讲啥？伊咧甲耶鲁讲，耶鲁大咱看到一个妇人人因为性命因为信来转化，所以你嘛要经历即款的恩典。可惜的是，当耶稣甲伊讲，你的查某囝毋是死，是困去，伊的爸母到死，无死。伊感觉死亡无人会当救伊。所以耶稣甲讲，伊毋是死是困去，经文写一个字处耶稣，因安怎做？因笑耶稣，因笑耶稣啊！笑上帝恩典，阁有啥物人忍受过？阿伯拉罕的太太，当遐使者甲伊讲，你的家族要伫年老时出一个囝的时阵，迄个杀来伫后壁，有喏。哪有可能？当耶稣甲即个耶鲁讲，你的查某囝是困，毋是死，因共款安怎？笑耶稣，哪有可能？总是耶稣犹原将即个查某囡仔的手甲伊牵起来，叫伊讲囡仔起来，精神。所以伊的爸母非常的喜奇啊！互即个耶稣，互即个查某囡仔转来即个家庭，嘛互耶鲁的性命对迄个黑暗的内面倒转来。总是耶稣却无爱互爸母正人讲话，为虾米？咱若注意看路加咧写著作的时阵，伊咧讲稀奇吼，也是讲惊奇吼，稀奇往往是咧讲。人无熟悉耶稣是啥物人，所以路加的写作内面，人感觉真稀奇，拢是因为完全无认捌耶稣，甚至毋知耶稣伊真正的身份。所以咱看到即个爸母伊欠缺对耶稣的认捌角色，虽然伊经历着新约，总是耶稣爱伊毋通讲出来。所以咱甲对比落来，即个故事即两个故事夹做真趣味。耶稣对着妇人人伫某一款的状况内面，是逼伊出来讲话啊。耶稣逼妇人人出来讲话，总是耶鲁伊的查某囝，即个信念毋是搁较大吗？有啊，死人搁我较大吗？总是上帝耶稣却无爱伊讲出来，只有伊的爸母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做伙去看到。所以虽然爸母的信不足，咱看到虽然信不足，因无认捌着耶稣，甚至伫耶稣哪有可能？总是耶稣犹原互伊经历新约，因笑耶稣，总是耶稣互因经历着新约，这互咱了解一项代志。有当时咱的性命敢是耶鲁的夫妇，有时咱会笑耶稣，因为伫咱的认捌内面，咱感觉遐个代志无法度。变过来，无法度转化，咱会笑耶稣，耶稣哪有可能？有当时咱祈祷的时阵，我的信心非常的细，毋知要安怎面对。总是今仔日圣经才讲，耶稣犹原愿意帮助咱的困境，因为耶稣无伫因两个夫妇咧笑的过程内面，就讲好啊，恁甲我笑，我就无爱甲恁医啊。
因信心无够的时阵，甚至因感觉耶稣你哪有可能伫遐笑的时阵，耶稣嘛是主动过去，甲因的手牵起来，互因看到神迹。互咱伫困境的内面，所以互咱伫困境的内面，会当经历伫伊伫信心伫每一届的瓦壳内面来培育。所以黄魔刚前的作者考门夫人伊讲一项事，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只要信。有一天，伫你无明白的事顶悬，你会当看到上帝的旨意。生命有受真侪无明白的代志，你看即摆你的生命敢有明白所有的代志？你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你敢明白？你伫病痛的内面，你敢有法度明白？为什物别人地长较健康，我哪去拄着遮个事？所以。一个富人人，伊的生命，伊嘛无明白，为什物12冬的迄老会对伊？伊嘛做想要甲上帝讲，边仔人着拢健康，为什物我迄老无？你嘛1、2冬仔着互我煞，1个月、2个月互我煞，一对着对12冬呢？一个病痛对伊12冬，伊无法度明白，即个无清气的迄个标签记号。互伊无法度甲即个社会行做行踏，也互伊嘛毋知影讲我伫12冬内面，我会当为着社会团体带来啥物物件。哀乐嘛无明白，哀乐嘛无明白，为什物当伊的查某囝阁有一点点仔黄茫的时阵，耶稣你竟然为着一个太高的富人人停止你的骹步，无耶稣你嘛互伊排队一下。富人人出来的时阵，该落嘛做需要甲讲，拜托个富人人，阮查某囝要死啊呢，这较严重，你这火炉嘛等一下，无咱嘛排队一下嘛，所以该落无明白为什么耶稣伫前往的代时，原本有一丝丝的希望，可是却停下脚步，没有了希望，一直到这个查某囡仔来死亡。咱看到果仔，咱看到好是一个医治到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总是圣经搁较侪时刻是要互咱重视，伫即个过程内面，富人人伊是安怎冒险，富人人是安怎去行动，伊安怎去进前。耶路伊安怎伫迄个踢笑耶稣的无信过程内面。耶稣依然拥抱他。这段圣经暂时让咱看到，伫迄个病痛内面，你安怎继续冒险？你安怎继续经历上帝的恩典？伫你无信的内面，伫你信心无够的时阵，耶稣嘛是即个世界踢开来甲咱拥抱。搁较侪时刻，咱无得到一个所期待圆满的结局，就那亲像基努里话。伊的查某囝到对迄个8个月胎死腹中，佮活起来，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所以生命有时候没有个圆满的结局啦。咱嘛有埋怨，行袂出的时刻，咱对耶稣嘛有信心无够的过程。总是咱知影，哀乐安怎互耶稣抱咧伊伫伊的内心，耶稣就要抱你。伊无信，总是信，也是讲信心无够。耶稣抱因，耶稣今仔日嘛要抱你。所以袂因为你的信心无够，耶稣就离开你，反倒伊会不断对你讲，毋免惊，只要信。嘛有可能咱会亲像迄老的富人人，互医治得着好，总是上帝爱你见证。上帝逼迄个富人人出来，上帝爱咱见证。因为咱的心毋干若帮助咱的性命往头前行，嘛会当帮助隔壁迄个人，互人对你的性命内面看见着耶稣的心，通得到激励，影响伊来经历耶稣的疼痛。耶稣会当对伊讲：“查某囝，你的神救了你，互你平安倒转去。”所以，毋管是伫咱的，毋管你现在你。亲像迄老的富人人，有一项代志绑你真久，敢才有一项代志捆绑你真久，互你无法度平安。
只要你愿意，耶稣拢愿意互你蒙啊。耶稣愿意让你触摸他，也是讲，咱亲像街路共款，咧面对着死亡的惊吓，所以耶稣今仔照着今仔日的话，伊要邀请着你的心来到你面头前，上帝要互你经历伊的疼痛甲稳定。所以当我今仔日来到教会看到周报的时阵，我知影咱教会拢有一个医治祈祷的时刻。检测上帝就是通过今仔日的会议，要互咱陪伴了咱的心情。耶稣要拥抱你，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搁一摆感谢你，互阮伫你所定的日子听起着你的话语，阮通得到内心的激励甲安慰。因为主，阮的心有太侪时刻，阮的生活有太侪的时刻时间，无法度明白着主你的旨意。有时有一项代志困绑伫阮的内面，就哪亲像圣经所讲的。迄个发着血流妇人人，有一项事绑伫伊的身躯12冬，遐尔啊久长。当阮的兄弟姊妹有一项事绑伫伊的内心，当伊今仔日听到主你的话语，因通知，阮就知，主，你要互阮望着你。主检查有时阮的信心也亲像街路共款，阮信心非常的细。总是主通过你的话语，也互阮得到安慰，因为你的恩典袂因为阮的信心无够了就失去，反倒你要开你的双手抱阮伫你的行程，搁一摆感受到主你的疼甲温暖。所以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通过今仔日你的话语，通得到极大的鼓励，陪伴好阮本身。互阮等下当来到主你的面头前，来接受主你的引带甲带领，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主今仔日也是台南新人院的奉献纪念主你，阮感谢你，你经到台湾这个土地来看做是宝贝，你就差派宣教师来到这个阮的国家，伫台湾这个国家，互阮领受着福音。也正伫即个所在，互阮来明白主你，也互阮的国土地来起造新学院，来培育真侪属伫主你的工人。通过训练，通过培育，互阮会当明白主你的福音，来讲传着主你的疼痛，互受伤的人看见着安慰。互白听的人来听起着主你恩典的看顾，所以恳求主你帮念，互阮陪伴好阮本身，用奉献来回应着主你的疼痛。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也恳求主你带领。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学校有准备一个影片。要来咱的兄弟来请安，咱就做伙来看一段的影片。这鸡卵树百几担啊，有可能巴克的牧师徛伫遮的时，即丛树仔就有啊，安尼百外担啊吼。咱行吼，巴克的牧师较早就带即间，这就较早风台啦损害去，所以无法度拆掉。吼，即间是足大间，哦，安尼吼是足大间，嘿，来，注用对了，行好哦。较早的院长吴宗辉牧师，佮较早伫遮教册信仰前辈，去全世界募款，才有起遮个厝。这嘛是较早是宣教师去募款，等来买一块地，所以这是足伟大，后人笑脸，吼，实无简单，吼。新人院吼，佮咧栽培遮个少年人，以后人要做牧师啦，真好诶新人院诶教育。欢迎咱来，多谢咱伫即个所在做义工，做足久啊吼，几十担啊。
咱拢知影人老年岁了后伊会要享受，会要过伊安静的生活，无一定伊愿意行出来。总是即个93岁的即个乳香长老伊嘛用伊的心来奉献，来做义工，来寄刊物，来而且包遮的要寄出去的即个物件。毋望咱若讲，咱会通收到即个刊物的是会通效力即个义工，人90几岁佫愿意伫遮做上帝的工，一世人安尼欢欢喜喜喜乐的心，这是通欢喜的代志，通感谢的代志。快点，上课了！来了。你教会师的报告写的怎么样啊？写的差不多了，我超喜欢这堂课。我都还没写。你要上什么？好，快点，我们剩3分钟了。林俊介，我来。哇，真的好久不见哦。好，谢谢。最近都在做什么啊？在忙着上课伫宿舍内底无代无志就搭2句会知要早倒佫会提醒要迟倒爱较紧呢。所以像阮有一寡同学伫伊的身躯面顶有一寡较不足的所在，毋过大家嘛是足热心的，互相来甲伊帮衬安尼。我感觉伫咱遮的学习是足直接的，若嘛是会真正来直接来影响阮的生命的。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牧者的一个特色。神学教育受装备了后，会当去到伫社会，也是讲伫教会，会当真正好的真正，会当落实，甚至会当人讲恶的、甲因的，拢会当连结，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事。我期待讲，我未来会当成做一个甲会友、成做朋友的一个牧者，嘛会当成做一个带来有活法、有活力的信仰的人。希望就是将以前过去所学的一个农业背景的知识结合到现在所学的社工，将来在牧会的时候可以帮助部落的发展。感谢大家为我带到教会帮站，互我伫台南城医通来学习，通来生活，这是靠着一个人无法度完成的。咱知影新人医目前也有伫迄个教室甲礼拜堂吼，拢咧做一寡的整修吼，所以是这种需要有经费。上帝互咱有真大的使命，逐人无共款的使命，咱看到学校有老师的教育，总是老师的教育过程内面，有时因为看起着遮经费的欠缺，因也爱分心吼。总是上帝互咱有一个回应伊的机会。就是通过咱的奉献，互遮个老师会当专心伫因的教育顶悬，互因会当教导遮个学生，无因为学校一寡的建设需要的经济来互因分心所以上帝互咱有一个使命，咱兄弟姊妹会当为着台南新人医的经费来支持、关心甲带导。咱就多谢陈牧师用话来勉励咱，
咱今仔日吼有特别伫每一个月最后一个主日，咱举行即个异地的祝福的祈祷。所以咱随时咱要用即首圣诗，我的信心若无定咱吟1节甲第3节吟诗的中间兄弟姊妹，拄则陈牧师勉励咱用信来看见主，意思是遮尔济人的中间，只有即个血肉的妇女受医治。毋是其他的人无需要医治，是其他的人无迄个意识。即个妇人人用手来望耶稣，若是你有即个信，你也共款要受医治。所以无论伫楼顶还是楼骹，咱伫咧吟诵圣诗时就来准备来头前吼。这圣诗吟诗煞，咱请代祷团甲遮个长老准备心来为着遮个兄弟有需要的换手祈祷，也请敬拜团来带咱吟即首《赐我自由》吼。咱三个来吟圣诗573首，咱吟1节甲3节。请兄弟准备心来到头前吼。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邪思魔鬼地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咱请兄弟准备免客气吼，来到头前，请同工也来准备。因为耶稣听我交叫，伊要牵我，请兄弟也需要代祷的，请来头前第4、3节。第3节，伊要带我到路尾，咱排一排吼，若较济人排2排袂要紧，请同工长老来到头前，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交叫，伊要牵我，咱伊要牵我手，搁一遍，咱请兄弟来头前，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交叫，伊要牵我手。咱请敬拜团带咱来唱这条《赐我自由》。伫咧开始吟诗的时阵，咱就请长老、代祷团的同工，为着因遮个头前主所听的囝儿逝世。咱拢来为着因祝福祈祷，咱伫座位的兄弟也咱举起你的正手，因为咱用祈祷的心来祝福因。咱请兄弟姊妹举手，然后做伙起立，准备同心来为着因做祈祷，来做伙祈祷。你家己本身有需要代祷，无伫头前嘛不要紧，换你的心，咱做伙要。奉主的名来施落医治伫遮兄弟身上，请同工开始来做服侍。举起咱的正手，祝福的手，代祷的手，咱会众做伙为着遮要接受医治的兄弟来祈祷。
换手的，请举手，互咱同工甲你服侍。咱搁唱一遍，使我自由。主的心啊，搁一遍，主的心，主的心啊，你的道位，道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苦当当。感谢主，咱来做祝福的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就亲像迄个黑道的负责人，用信心来拄着主耶稣，就主耶稣的气力来到你的身上，用信来得到医治。主，我若确信，阮逐个人同心的祈祷，主你的医治，你若愿意，你就要施落你的医治伫阮遮的所有需要的兄弟姊妹身上。主啊，你有应允阮。主耶稣基督为受到逼迫，我来得到医治；主耶稣为了阮受苦，我就要得到全然的平安。爸上帝，才会徛伫你面头前，主你的百姓，用信心到你面前，也求你用医治手术伫你身上。感谢主，阮伫会场的兄弟姊妹中间，有的检测无到你头前，总是当因有信心的时阵，我靠主仰望主的时阵。也求你施落你的医治，无论是肉体病痛、心灵的忧伤，以及种种的看路甲烦恼，愿上帝你成全，愿上帝你施落医治，愿上帝你将平安赏赐，才信心到你面前所有的百姓。伫你面前感谢恳求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有普声感谢主，大家请坐，请回座，谢谢。愿主的医治临到伫咱中间，请回座。咱时间有点无够吼，总是咱等下要先做奉献，奉献了后，咱有一个颁奖吼，咱请咱的教育团队来派代表吼，派代表咱有一个象征的或即个颁奖吼，来咱甲时间到咱的词汇。回应上帝话，咱起来奉献。是咱起立来唱奉献的回应诗。
请坐。咱为着迄个掌握时间啦吼，咱大省要来颁发各方面的即个即个奖学金以及即个读经吼，咱请咱的教育团队，咱的陈佑长老来甲咱做一个宣布吼，咱要派代表就好吼。中学今仔日第一顿来申请的，请出来哈。咱迄个我念名吼，若这中间无够不要紧吼，咱代表摕吼。厉少奇、王之纯、黄汉恩、皮木凡、李佳音、何信宇、何信贤、宋冠甫、吴同心、邱小涵、陈韵荣、张志奇、陈玉运慧、张玉宽、尤雨涵、谢佩宇。来甲种的奖学金吼，咱大学有16个，一种的有5个，少年团契有2个吼。无等下吼，汉恩改了哦，代表拢互你领回去哦，好无？汉恩啊，咱甲遮个青年拍拍一下来。敢是还佫有楼顶的，有来啊！来，请来，吼。介绍我有看到玉宽吼，有来好，互因代表不要紧，等下去认名就会使。咱个拍无啊，吼，咱甲。多谢吼，咱大专咧有时拢出外读册啦吼，无大家拢伫咱的教会吼。来，佫有无？第2项，高中甲少年是不是？高中的吼，凯彤，汪凯瑜、吴通道、林汉、郑彦群。咱是毋是遮拢伫第2场才来办？因为可能拢是第2场，好无？吼，第2场可能有啦，来有一个，来，有一个来，王。林汉吼，来，林汉代表，拍拍一下，好，谢谢，好，来要翕相，咱这青年大家拢是第2场较济啦，吼，好，咱等下请第2场啦，这青年准备心吼，咱请团队来招呼一下，来。咱接续吼，就是迄个办读经的吼，1年一遍甲2年一遍的吼。我念名吼，若符合来遮名单吼，请咱出列吼。胡龙杰、叶三云、陈云平，2年张嘉文、林淑珍、陈美莹。11会。来，请第1场的有来，请来头前吼，来颁这个读经奖吼，1年读1遍，无简单哦吼。来到头前来，有一个奖状啦吼，来代表不要紧，互因代表来摕。1年读1遍吼，完成就3位，2年读1遍，4名4名。来，咱4位做翕相，来4个做一起照相，来，这很难得，那个泡泡一下好无吼？一当头一遍。好，感谢。过来是咱这个背金句的吼，我甲看的，保罗牧区29名，以赛亚牧区2名，哇，约书亚74名，
啊，基电牧区5名，啊，无大家拢会当出来，咱时间的关系，咱只派代表好无？有名单无？有代表的名单，还是讲，来小组长出来好啊，小组长出来代表领好无？来，小组长有出来，来头前来，好，小组长请出来代表。小组长来代表，咱分互遮个背金句的吼。哇，咱拢总有遐尼侪人吼，完成一年12礼拜吼，12个月的即个金句吼，无简单哦吼。来，徛较中的，别客气，徛较中的来。若去咱先代表就好啊，名等下换嘛袂要紧吼，一人1分就会使。啊，了后等下你了认你的名好无吼？啊，咱其他的小组长咱家己来认哦，认你的地啊吼。哦，咱这个地啊，足水的，五花八门就对了吼。来，迄一个相册纪念来。来，多谢5万今年搁较侪人吼，多谢因吼，咱较换迄个名较注意查一下就使啊吼。哇，咱今日名单实在是袂少人吼，啊，咱恭喜遮个兄弟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牧师先做介绍，啊，若有重要的报告，则报告就好吼。啊，我来今日来介绍，咱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吼，啊，就是对牧师较早牧会盐埕教会来的新红长老，甲伊的查某囝吼，啊，搁仪会执事，啊，搁有一位看护，咱来到中间，咱拍拍欢迎因来。一个小礼物送你吼，来，翕一个相，来，翕一个相，来看咱的相机。甲恁留落来，恁个详细挂口罩啦吼。好，多谢，请坐吼。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啦吼。咱的新蒙长老，伊本身已经退休，但是吼，伫牧师伫盐埕的时代是真正好的同工，协助足侪事工吼，探访啦，啊，各项事工。啊，另外咱的即个仪会执事吼，咱也对祈祷。今日特别来到咱富强教会是即个啊。仪会执事吼，吴仪会执事，伊的爸爸妈妈吼，拄啊连续伫进前几个月，啊拢受主恩典，啊心内实在是真大的毋甘啦吼。啊，吴仪会执事的爸爸叫做吴吉田长老，是盐埕教会足重要的名誉长老，服侍主50几冬啊，中级50几冬，啊做过各教会各种的单位的首长吼。啊，伫伊的爸爸过往了，啊，伊讲爱校牧师去甲伊，因为较早拢做伙同工啊，去甲伊主持遮个礼仪，啊，所以今仔日嘛代表啊来到遮，意思讲啊，咱多谢咱教会逐个人啊斗协助、斗帮忙吼。啊，咱也继续为着议会执事祈祷，求上帝赏赐伊有信心啊，有上帝来平安吼。啊，咱也为着希望长老伊的查某囝搁一位看护吼，做伙来伫遮。啊，求主保守因啊，伫教会拢有上帝美好看顾安尼。啊，遮个报告吼，因为真多啦吼，但是我干那讲长就好。咱真多谢咱的即个陈家贤牧师，今日特别来到咱中间，伊要2场的主礼吼。咱搁一遍甲说多谢伊，多谢吼。啊，搁一项就是讲咱即个乌克兰的关心的奉献，因为咱为着时效性吼。咱今日若有人要奉献，今仔日啊了后，咱就要寄去到总会啊吼。啊，其他若有需要补充，咱请咱的师会哈。啊，若无咱接来做结束。多谢。来看咱本月金句，看台语的部分，咱做伙来读来。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源，我要学到你的名，因为你用忠信诚实行奇妙的事，就是你对古早所预定的。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啊，我简单来做报告。啊，咱感谢咱锡安教会陈家贤牧师来遮为咱来请安分享，来鼓励咱。咱搁一届来拍扑啊！感谢伊。也，咱看第5项，大祷团伫4月15号要举办着耶稣受难日的祈祷礼拜，啊，伫暗时8点敬拜中心4楼才举行。
啊，搁伊咱本会伫4月17举行着过活节赞美礼拜、甲圣餐、甲洗礼式。啊，本会伫6月初3甲初4拜5甲拜6要举行中级领袖的年终的领袖会，请咱中级甲着小组长拢会当报名参加。来看第6页的部分，咱4月16基甸牧区有讲座，咱请新竹新运动花英龙牧师的传讲。也伫4月24，咱主日午后讲堂，也请着信义老师来做分享。集体交通有一件婚礼喜事吼，本会过慧文姊妹的公主黄伟雄兄弟，甲着苏碧珍姊妹定伫4月初2拜6下晡2点，伫本会要举行婚礼，欢迎兄姐来踊跃前来参加观礼甲祝福。以上，咱请牧师补充。好，上演，咱起立唱上个诗歌387首，永远归圣病圣病圣病的。因此，煞请大牧师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闭会。咱第一，咱来到这结束，咱请兄姐来互相请安。